讲师好。坐下。出现各位各位家庭，各位家庭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安。讲师早安。教会体会让先科学在公保安才说发现，大家就都会首先他继续回中安排从边缘从新的心情，因此我们在各个会员有所不同所里面，歌台的弟兄，可能我们来收台，他们做一点点，那好好来提醒各位一个人领导。像我们拿会上面讲，端午节。我就来会来会上面讲，中秋来安怎啊？当天当天来考来安怎？其实自己咧讲讲啥？自己无钱就讲当个小事，咱就细人就讲是安怎？小事。所以时间的经过，细年更少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咱若看人生到尾啊，咱到底有啥物？到底对？其实咱到尾有啥物？所以咱看到时间小，时间的经过，细年消息，咱有所。这个世界是一个无常的世界。那么这个无常的世界就是哪？咱人他虽然健康健康，所以修道就是做工忙。讲我人生的转折，人生的苦海到尾啊，咱就是安怎？要来改造，要来改造。所以咱看时间，咱的经过，慢慢，咱有所体会，有所体会。像我这个题有错，好像错。这里这来做呗？那，对，到点了。安尼去广告，你参加？大家好，大家。有地位啊，参加，什么？两个。哦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有样修的。哦，有样修的，修我们高校修对你的教育，所以有道理，但是什么？所以修道表面上我讲过，我们内心是怎？是快乐的样子。所以咱马路个修道是艰苦，修道是一种互相修。来到咱的心灵认定，咱的心灵修定，咱的心灵认定，咱就快乐。咱一个心愿糟，你也看，咱袂快乐。所以真正的快乐，毋是在外口的花花的世界，是咱内心的怎？清净。咱人就是讲的清净，就是讲的快乐。咱讲无事安怎？性格安怎？修行之。所以有的修好多就是要达到比较为哪？清净。咱人若清净，咱就快乐；咱人若清净，就病。所以修道是一种非常讲究的。所以过去呢，有安尼讲，食在食薰一样，天中无败一样心。有妖有因，花结果，花开结体见无形。你连捌听有？食草也好，食菜也好，同款是。田中的啥？田中的树啊、田地啊草一样青。有无？树啊唔够，地草，同款是青哦。有妖有因，开花伊安怎？伊结果。花
非结子见分的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有修无修，共款嘛是啦。有修无修，嘛共款结子啦。食菜也好，食草也好，共款嘛是啦。亲像咱个田中树啊，番麦啊草，嘛是共款是生。毋过有时当伊会开花结子，迄个时阵咱就看到见分的。人生是看哪？看迄个结果。你当咱要修行起来，要修行咩草？啊？少，你是要修行起来，咱若你无要修行迄个咩草的字。所以认真咱到尾啊，是看迄个结果。有修无修，有差无？有差。所以来看，一块茶有经过雕刻，含无经过雕刻，啥物通解决？有经过雕刻解决的，一间厝有经过精修，伊安怎？伊会承担的。一间厝咱若要卖，经过精修的，这间厝伊就加做客人，咱人靠过修。咱人靠过修，咱的人生就去更加简单。所以咱人愈有修，咱的标定愈好。所以咱人做叫做啥？咱叫人格。做人有做人的人格啊，分有格，性有伊的性格。做精神有啥物格？做功课。所以啊，咱人靠过修，伊会修低咧。咱人若无修慢，咱的表面愈歹，到尾怎变怎？变轻重。所以咱人强调，咱若经过修，亲像会做，到尾怎愈来愈简单。所以咱人的价值20外口的价值，咱人的价值哪？我有修无修。所以咱人经过愈修愈价值，一间厝经过精修的愈价值。所以修就是啥？修就是啥？要创咱人的生命的价值，互咱的身躯，互咱的生命迄个条件愈来愈好。咱人的条件愈来愈好，咱就愈好命。为虾米咱会叫囡仔较认真读书？为虾米？希望伊有好的成绩见到，有好的成绩就读啥物好的学校，有好的学校未来咧，有好的学校出来，有好的工，有好的有好的啥物？有好的收入，有好的收入见到，有好的薪水，有好的收入，有好的啥物？有好的生活。所以啊，一个囡仔咱叫认真拍拼，希望有好的条件，你通管。咱受到了，咱的条件愈来愈好。今日我要甲你讲啥物？你哪能考？哪能考啥物物件？题目啥物？因为天条。修身养性是歹势，为虾米？顶个月咱对毋是？顶个月当时讲啥？回天。歹势，顶个月讲回天，这个讲回天，但是有可能无共款。偏偏这个题目，可能有所无共款，咱甲做一个核心，咱做一个核心。因为为虾米？当初经过我的当初也讲回天的条件，我发现那个回天，那个讲回天的条件，因为回天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足重要的代志。所以今日这一处，我可能做一款的核心，来互相勉励、互相鼓励，希望咱大家拢能。若讲道理爱安怎？道理爱安怎？
规矩，一人手啊无就大悬，伊个叶仔必定来规矩。咱人爱安怎？咱人爱反本的，咱人爱反本法，咱人爱规矩就好。有啥我今日要学道，有啥我今日要修道，有啥我今日要办道，最后的目标是啥物？是要回天的，就是要互咱英雄咱回天。6万年来，介绍世间生死轮回道路的到底咱有得面无？咱有得面。所以透过这个天堂降世，大开普度，就是咱要苦修有缘，要度化有缘的兄弟姊妹才通回天。所以这个是最后一单。这个机会，咱若无转去，现在要转去困难。所以咱来把这个三个所好比用最后一个机会，咱来把。所以把自己在人生的过程好好学修道，到尾去考试当面，这个人生咱回天来平稳，咱回天平稳。所以今日我同意着回天平稳，按照我哋互相嘅良心。咱受咗感动，每一个救星有这个因子，为遥远的理念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都有这个理念，这个理念是上天所赋的，是为理天来到这个世界，因做我们回天的，就是因为咱为理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，未需要咱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生死轮回，到现在然后不要等回天。到现在已经大大归于，所以咱到尾要等是这个灵性要等，这个辛苦要等，是这个灵性要回天，要回乡平稳，对是之前就是我跟你讲，回乡平稳。咱一个人无论离开厝外久，到尾安怎，来倒来记住。咱无论离开以前偌久，到尾一定来回乡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机会。咱离对来，离对倒，离天津来，离天津，请问咱作为对来，首先来讲，这个是反对来，下无，下无，爸爸妈妈爱对不对？啊，等下爱对对等于，爱对爸爸妈妈。咱对年来，等下对年倒等于，我对妈妈来，等下对妈妈倒等于。我是安讲，我对年来，等下对对。意思讲，咱对过来爱对过等于，对天津来，对天津倒等于。什么是天津？你有天津无？咱人自开始是天津的人，啊，食到尾爱回互咱哩，爱回天津。虽然咱讲岛人叫做啥？天津。咱讲岛人囡仔生活，所以咱人食到煮豆，这个是叫做囡仔生活。意思讲，咱上天互咱迄点个金，到尾咱来回互迄个金，叫做天津。咱来回互到迄个金。这个金我并袂使，所以有时就到尾人啊，要回复这个金。那么回天本是代志，都有人代志，为什么来讲了？既然我伫对来，我伫平来，我伫中来，当然要等于中，要等于平啊，都做别个代志，为什么来讲了？有点理解哦。咱当然要等于当然讲了呢，唔免呢。我哋当然要讲条，为什么今日咱个人事要对到理天来讲条？因为咱人生本来的地方，我原底条路，我原本是唔知影做正面，我本来的地方，我从天津设起来，所以我唔做正面。咱看一个老人，对咱个事情，我唔知做正面啥物。这个老人伊失去，
伊对伊的门出去，对因兜出去，到尾唔知倒转来，伊就迷信。所以伊迷信本来咯，所以才人叫刷出来呢。咱慢慢看，咱伊就是迷信本来咯，上天降落就是咱要甲你刷出。所以求到咱求到就是一条路，就是一条花天之路。咱在修道人啊，修一条花天之路，我要等一条路好行。我等一条路好行，你看，咱的路人若无，咱的路若无精力，若无精修，迄条路好行无？所以咱修道啊，修道是修心，修爱心，爱心就是一条路，这就是心路心路。所以咱讲要花天来讲标的就是咱，因为我迷信我本来，迷信我本来我因出来讲标，因出来讲标的。若讲归鱼呢，知影归鱼伊出现的，一只鱼啊，伊有会出现的。如果伊到尾伊大只了，伊要倒转伊到会出现的，伊知影。一只鱼哦，伊知影倒转到伊会出现的，咱人不知，咱人不知影。所以一只鱼啊，咱看下面，伊的生命中，伊知影伊要倒转。伊知影我这条路要倒转去，伊知影。所以讲归于返乡，归于返乡。一只鱼就知影倒转去，何况咱人？所以先不讲讲，小人归鸟必翻走。翻找原难离发威胁的有无？到雨分的时阵，鸟仔知影倒去了树。咱知影到雨分的时阵，这只鸟仔伊知影倒去了树，伊知影。但鸟伊对咱平，对咱平要飞转到北边的北方，伊知影迄条路，知影倒去。你怎样带来？鸟仔伊要倒转去，伊人讲，伊唔免咱人带，伊知影。为什么咱人因何而言啊？一起，才倒来倒转来？偏偏咱人离开，咱老母离三山，好离保情，到现在，还在倒转去，我会先不被当。所以这回就是要咱倒转去的机会。离开老母离三山，对咱这个时阵就是啊，咱免倒转的时阵，因此。咱家己，咱倒去一定来看，一定来做了解。所以回天是经典，你可以回天，我可以回天，这个是经典。人讲做总统人人有机会，有无？你民主的时代，你做总统人人有机会。你上天大开普哦，咱要做这民间是经典。无论搞到下班，无论发言发言，无论是。不比并肩要求总统都会当做正面，但是要求，所以亲像啊，无论代代，无论近代，无论现代，这个学校大家都能去读，但是要做啥？课程去拍，去认真，去用功。咱要做到上天爱在你看，你努力，给他的分数，给他的分数。咱今日无拍拼，咱今日无努力，咱今日无修道，咱就无条件。咱就无条件，也无等，因此，咱要等到上天，要等到天天来拍。不然怎样拍拼？啊，讲个人食不安怎？个人饱，个人生死，个人了。你花钱，当然，特别努力。拍拼，所以咱只能讲，互相为输赢，当做人。修到互相修到的条件，咱老师才能定。唔过功夫来看过来，会等去袂等去，上面有人机会才能定定。唔过到尾会等去袂等去，咱做啥？现在讲，所以讲，讲到迷
平安是为回家的路。咱到没出的。那我快快找到出门，安怎？平平安安回家。咱出门出去，要等于到厝，就是条路，就是平安。今日我出去，今日我快快找到出门，不会就是咱平平安安到转来。这条路我无倒转来，说明我失去平安。我失去平安，我若失去平安，我就袂当转到我的厝。所以今日安怎？咱要出门。我一来快快找到出门，啊，平平安安。啊，既然若是讲平安是唯一回家的路，安那推这个条件，伊就是啥？回这个条件，伊就是啥？这个肯定被他们打来讲来验。这五个条件是咱书中咱开，是互我开的。互我开，书中开五个条件，要等于五个条件。第啥物？结成，第二啥物？概率。第三啥物？信念。第四回头的无关。这五个条件。这五个条件，咱若做会到，回天无问题。无问题。其实这五个条件，咱哪拢做会到？是咱要修唔修呀？咱哪拢做会到？先不讲你袂开了，咱做袂到。伊所开的条件是咱做袂到。他说讲，伊开的条件咱做袂到，安尼伊就要不这条件。所以伊做呢，这五个条件是啥？咱要回天的五个条件。第一，决心，决心。所以决心就是修养的条件。咱人要转到理解第二个条件就是啥？要有决心。夫人夫相，什么看会到？这个人的决心。这个人伊决心嘛拄好，就咱看到伊的幸福的。这个人咱看不出伊有决心，咱就看会到。所以真正的都在哪里？在每一个人的幸福，在每一个人的幸福。从过去到现在，生来死去，互人永远留住的是啥物？我来讲的。从过到现在，生来死去，来恶讲，来到世间无偌济。可是真正会当互人留住的是啥物？啥物？公平。咱人死死亡死，咱人死就无去。毋过有人会啥物？哦，对。有死个活人嘞，有死个活人，已经死了，毋过叫做活人，是啥物？在我的身边，互人流传叫做我有死无？伊无死。所以真正会当互人流传的叫做伊个叫伊若会当互人流传，这人无死的。为了多数人高息，这个马路有死无？无死的。啥物有叫死？所以咱到处当着你拜啥物？啊？咱到处你拜，咱到处就安尼拜，安尼集中咧拜，是咧拜伊就是。我唔拜伊，伊也袂怪心情，伊也袂怪啥物人。为啥物咱去庙里，咱到处大家去拜，是拜啥？拜伊就是。这个人无论是囡仔，无论是大人，无论是好鸟，无论是屎，其实只要伊有决心，咱就来做法。那么决心甲财富，咱会算啥物？都不很算啦吼。决心和财富，咱要算啥物？啊？好鸟好跳的。安怎是安尼？不是。世间人做好嘢人济无？敢有济？济。啊，毋过有决心人做济无？
呢？咱要有钱，咱要好嘢较简单，咱要互家己有决心，安怎？较困。所以从报到现在细来细去，互人救回来也无济，无济，为什么？决心人太少。所以一个人讲，你要回这个条件要决心，决心。讲得正不了，来到世间要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人有决心，才有所得到人的欢迎，得到人的尊重，得到人的友怀，这就是伊得到的。释迦牟尼佛，人爱道佛道明白，得到人的尊重，而且人的尊敬，得到人的崇拜，伊不是。他没有失去，伊失去这样，都是得人的尊敬崇拜。所以人来到世间，咱人有决心，有所有的。讲啊，我对这个幸福到位安怎？啊，到位是这个幸福。我记得爸爸妈妈到位是啥物？是爸爸妈妈。我记得我的老公、我的老婆，我到位还是啥物？就是讲话。我记得先生，记得太太，我也是先生，是太太。我记得债务，我记得花钱，我到位是啥物？